感谢伊真哦，咱来看，进前有议员表讲，台南的警方使用毒品快台试剂拢过期啊，佮传出讲统计嘛，显示讲今年到达是有63件，因为验尿报告上过慢哦，有结果，所以未付稽发。市警局嘛表示讲，即摆已经全面来清查过期的毒品快台试剂，会来销毁。针对检验的报告，嘛来加强管控。 毒品快来试剂包装盒仔机限到期况期数10月31已经过期。立正担市议员林彦竹批评警察局竟然有7600多支过期，比例超过45%。即阵阁逼出今年到单塞车食毒案件济无开单。就是你到了尿液已经检送回来了，结果呢你没有开单举发，有63件。经过了解，多数拢是因为药的检验时间超过2个月的法定时效。 地数案件无法度开，议员批评这哪是互食毒塞车的人继续伫外口拍走。伊讲道交条例第90条规定，毒驾应该伫2个月来举发。即阵交通部来问讲，通知药检结果出来才算，引起法律适用的争议。伊建议通甲法修较明确。你说明出来，你无要去修法，啊，你就要叫警察去做。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一项啦吼。 伊就明显有规定哦，你会当用试剂啊，检验了后做一个采罚，但是你唔敢做啊，你实务上你拢搁要验尿啊。我咧查的时阵，你已经50天内底你尿拢还未验的，啊，这个尿送去验甲有效果，能够很精准的判断，那么就立刻移送。不要忘了，毒驾它真的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。 警察局回应，目前已经全面清查过期的快台试剂，会回收销毁。针对无举发的案件，嘛讲会强化参卫生局合作，药检报告按算伫咧2礼拜内完成，特殊案件会优先处理。将案件尿液之送验、领回、移送及开单举发等，均有期限天数之规定。本局将加强管控，避免再有逾期举发之情事。 食毒塞车造成真侪社会悲剧，明代教育市府一定要改善试剂管控，嘛建议市府要买针对毒品的快台试剂，避免一直发生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